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1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伫推特宣布，已经指示因的外交部长去处理和中国建交的代志。咱台湾和洪都拉斯两国的邦交就可能会出现变化。咱外交部有呼吁洪都拉斯爱想好斟酌，唔通互中国骗去。嘛有调见洪都拉斯驻台湾的大使来问，国安单位是无排除是因为咱总统蔡英文4月份要出国访问，中国伫背后塞弄。El pueblo hondureño siempre está agradecido con el pueblo de Taiwán por el respaldo, por el apoyo que nos ha brindado siempre. Hemos trabajado durante muchos años de la mano y esperamos mantener esta relación. 2022年1月，洪都拉斯新任总统卡斯楚上任，副总统罗清就亲身出席。卡斯楚表示，希望能够应继续维持邦交。事隔一年，2023年3月14日，卡斯楚就伫推特宣布，已经指示洪都拉斯外交部长雷伊娜处理甲中国建立政治关系，代表伊决心遵守政府计划，而且甲世界各国斗阵自由扩大边界。外交部已掌握讯息，并已向洪国政府表达严正关切，请洪方认真审慎考虑，切勿落入中国圈套，做出损及台洪多年友谊的错误决定。我们欢迎洪方的有关表态。世界上181个国家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同中国建交的事实充分证明，同中国建交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的正确选择。外交部强调，台湾是友邦进行可靠的合作友伴，是跟中国并无真心真意推展合作。卡斯楚伫竞选期间就表示，若当选会马上开启甲中国外交甲贸易关系。总统蔡英文4月要访问过境美国，中国甚至讲伊选伫这时间点打压国安单位，表示无排除这可能。对这部分啊，我们绝对不排除，在这个时间，中共采取一些国际的打压。可以回答请讲吗？可以讲一下吗？外交部处长吴在雷也伫11点调见洪都拉斯驻台大使布罗德，提醒中国承诺无法度落实。会谈气氛严肃，半点钟了后，布罗德离开时表示，也无受到韩国政府正式指示。目前台湾只存14个邦交国，根据了解，中国外交部人员已经伫尼加拉瓜。若台湾无释出善意，上紧拜五，中国对甲洪都拉斯建交。记者综合报道。那根据了解，教育部有统计讲，目前伫咱台湾在读大学的洪都拉斯学生有359个人，其中有104个人是有领咱外交部所提供的奖学金。因知影这个消息了后，这学生囡仔嘛拢带一条。若准讲因国家真正和咱台湾断交，安尼就无奖学金通摕啊。有的学生若是决定要过来踮台湾读册，会变甲真辛苦。洪都拉斯甲台湾建交82年，一直赴学生来台湾读学位、学华语。正大硕士生阿宝来台湾将近2年，过3个月会用摕到学位。听到韩国政府咧甲中国参详建立外交关系，感觉真着惊。Like, recently Taiwan and Honduras, they just celebrated 80 years of historic friendship, basically. I'm just surprised, shocked. 伊讲，即位总统卡斯楚2021年选举进前的政见，就要讲到可能甲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万一真呢，家己过3个月毕业冲击无大，啊，不过对还过2年以上课程的韩国学生来讲，面临选择较煎熬。And I know how hard they've worked for this, for having a scholarship, and this is out of their hands. So the future is uncertain. For example, I've seen previous examples with Nicaragua. They need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their studies, or they just continue their studies in China. But however, time is something you don't get back. 教育部统计目前全国大专359个洪都拉斯学生104人领外交部提供的台湾奖学金，但是有19个洪都拉斯学生，其中16人是领台湾奖学金的华裔生。我们就要看外交部这边的政策是否会去让他们续领这个奖学金到他们原本的修业期限截止，或者是会中断。那原则上，因为这部分是付费的部分，那我们当然鼓励这些学生能够继续留下来完成他们的修业。那如果没有的话，也就是自费的留下来，或者是他们要返国的话，我们会协助他们返国。大数据指出，若英国中等奖学金爱先配合外交部奖学金的有效时间，若学生愿意自费继续读，会全力协助。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国民党籍的婚林县议长沈宗良涉嫌收乌西，顶一日检方有申请羁押，也毋过尾也法院是裁定交保。婚林的检方不服，提出控告。婚林地方法院伫早暗开合议庭，经过8点钟的审理，伫今仔日透早5点半的时，裁定沈宗良也有生前的包厢2个人收押禁见。婚林地方法院是表示，因为检方阁提供新的证据，认为婚林县议长沈宗良也有生前的包厢2个人有串证的疑虑，嘛讲因2个人甲证人也有其他的嫌疑人嫌犯有串证的可能，爱透过收押才当确保后续侦查会当完整，所以尾啊是裁定收押禁见。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半部会落地渐雨，桃园以北有雨伞啊。各地头早暗的温差拢较大，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这方面的水汽有增加，也毋过东半部东半部会落地渐雨，桃园以北北部的山区规港有可能会落雨伞啊。也若新竹以南、澎湖、金门、马祖，今仔日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温度的方面，各地头早暗的温度拢有较低，低温大约是15度至18度。若只是日头出来了后，温度就会回升，会感觉较烧热。高温有25度至26度。若南部、花莲、台东，高温有机会到31度。南部的欠水，曾文水库的脱水率是无到12%，因为特别大地啊是趁机会赶紧清水库内底烂土，互水库未来通增加脱水量。东港区向目的地过来，开工仪式了后就开始清山。南部水情严重，曾文水库欠水率落破12%。国军支援淡水桥抗旱，预定6月中前清走30万立方公尺的土山，增加省级的欠水量。目标量是定在30万立方公尺，那工期是从今天开始到5月底或6月初，反正雨来之前，它能够清多少就尽量清。南水桥第12开始搭建长度7.6公里的水管，要抽用屏东科技产业园区内9个地下水井，每工3.5万吨支援高雄，预定4月底完工，引起屏东居民的不满。整天在说我们这边的农田灌溉水位一定下降，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农业。第二点，我们很怕它地层会下陷。其实我们在区域间彼此大家就是联合的互相的帮忙。科华影响到南投鹿谷乡大仑山农林业示范区作物种地甲银杏。往年早就大开的银杏变做大树啊，地嘛无补新意，互农民真烦恼。这个时候应该要长新芽哈，也还没长。那我们的茶树比较严重，茶树的话，它的发芽率相当的少。你看现在到现在都还没长新芽。山区用水嘛真困难，嘉明湖水源敢若靠雨水一直无落雨，嘉明湖变细，山友感觉求将近4成，山寮水嘛无够用，除了煮饭饮用水，无提供洗喙、洗面甲其他用水。嘉明湖山屋的水源呢，则是仰赖于雨水的收集。那在旱季的时候，比较有可能会有缺水的状况。台东林管处提醒山友，先伫其他所在装有够的水，早前往嘉明湖山寮啊，伫山顶嘛爱借用水，强度难关。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财政部这篇租金的所得3大专案的查核计划，当地调查手头有5间厝以上，而且毋是家己来住，是租说厝来趁钱的。到去年底为止，有查到1720件，有报税要求报8000多万啊。不过目前也阁有5000多件等待调查。来关心联合报，定价汇率审议委员会最近会开会，有官员即马是表示，主体用电、商业用电、工业用电拢会起，若大户会起大升。也毋过考虑全世界即马景气无啥好，影响靠出口咧食穿的制造业，所以即届嘛有定新的机制，有定出电价放慢起的速度的机制。若是2022年用电量比2021年减少，就会纳入考虑讲起好较细的，唔通会当起较慢的。来关心中国时报，中国伫昨昏有解除咱台湾的白带鱼甲冷冻别人进口的禁令。咱陆委会是回应讲，
中国的做法是正确的态度。咱政府嘛唔茫讲，未来两岸伫经济贸易顶头，会当向健康的方向去发展。那即阵咱国内咧欠鸡卵，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是宣布讲，3月底之前，咱国会进口超过500万粒鸡卵，民众伫后个月就唔免搁排队去买卵啊！那进口的鸡卵会直接进入消费市场，一盒有10粒，嘛以起一盒65块。上阮白鸡卵货架顶也是空硬硬，特别走来买卵的民众，敢若会当换起冷装柜，因为大补货也搁几落盒，暗搁一盒10粒，计销是102块。没有，不像有人说什么那么贵啊。目前国内逐工差不多欠280万至100万粒，也是出现消费者排队买卵，也是四界找卵，民怨也搁伫哩。自助餐店减少鸡卵的菜色来应用，对政府买进口鸡卵所改，乐见供应赶紧回稳。不过嘛有消费者决定减价还是卖价，无想要帮助零售价起高悬。多多少少应该会有一点帮助吧。如果都不进来的话，它不是一直在缺吗？越疯，他越慌，他越想吃，不是恶性循环吗？鸡卵的供应什么时阵稳定？早起伫立法院备询的时阵，国民党立委詹明总讲，农委会会保证大家拢跳票。主委陈吉仲搁再宣布，专案进口鸡卵的国家为本来的澳洲，即马扩大到8国，包括美国、日本、巴西、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加马来西亚，而且即个进口要直接进入特定通路，相信后个月唔免搁排队买卵。现在是要进来的，因为我们要到市场送到主要的这些超市的平价单，我们让这个1盒10颗的一样维持在65块。进口鸡卵袂阁干那回报加工业者，要阁进入市场，而且平价供应。不过鸡农也无希望颠倒影响国内市场。政府咧做代志啊，毋讲咱叫讲卖钱，咱是无迄个物件哪应付人啊。啊，伊若进口来讲哦，上地来讲哦，就影响着阮啦。进口鸡卵连做以空运输入计销会较贵，农委会讲会吸收价差。面对有立委建议应该免关税，农委会是讲为了保护国内养鸡产业，关税袂使免。但是进口鸡卵是敢若会当配合的通路上市，避免影响产地计销。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金门二打岛一个姓陈的兵仔失踪失去联络，即马已经确定讲伊人就伫中国。立委陈玉珍是表示，中国这边有同意会当互家属过去探视，也毋过嘛有风声讲，这个姓陈的阿兵哥有向中国表示伊无想要回来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昨昏是伫立法院针对这件代志进行专案报告，强调国军的枪支、救生衫数量拢无减。也毋过，安尼逃走去的这个阿兵哥是安怎摕到救生衫的？这部分国军会继续调查。金门二打岛姓陈士兵失联，目前人伫中国。国防部长邱国正15到立法院专案报告指出，姓陈士兵初高早起6点50分早点名报告，通知全队清查，协trợ海巡署找找，也透过两岸协同执法管道协助。陆委会伫切实知影人伫中国，13对外证实已经符合发布通缉令条件。宪兵甲金门伫检署里了解，针对案件军价正做国安议题。邱国正强调，伊身为国军家长，绝对袂推卸责任。跟各位保证，目前虽然军机案件有发生，部长不推脱，这的确是我们需要强化的地方，但目前还不至于会影响到我们整体国军的心理。得到讯息都是透过电视上面讲的，我们也没有真实的讯息，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啊。成年人呢，我能对他说什么？该面对就面对嘛，就只能如此而已啊。全海弹药甲救生衫拢无少，姓陈士兵如何摕到救生衫的？邱国正表示，这部分爱个追查。后续包含针对在无感情身心顶加强过滤，若发现无正常，马上调离离岛。民众党立委邱新焕是关心烦恼姓陈士兵沦为中共操作统战的手段。邱国正无排除会被对方利用，对无照顾好官兵甲不食失礼。暗过被中部队紧急预防工作指出，无排除中共利用日出加工歪曲，搞对坏动机混淆民心。国军也担忧就这个，因为他人在他手上，他们要怎么讲，我不能够预定讲他可能会丑化，可能会怎么样，我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要严阵以待。所以我就不让这一位上宾露面，全部都由他官方的说辞来代表。委员所讲的、所关心的，绝对不排除。
大家拢关心代志进度，国民党当局顶表示，经过近一天协商，中国同意加速探视。根据掌握到的消息，现代的士兵有向中方表达无想要回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外国媒体伫进前有报讲，前美国嘅白宫国安顾问欧布莱恩有讲，总讲中国拍台湾，安尼美国会先甲咱台湾嘅半导体设施毁掉。不过欧布莱恩接受咱中央社访问的时是回回讲，这是假消息。伊讲会甲台湾毁掉的，敢若是军兵甲中国，美国一定会确保台湾的民主和自由。No one wants to destroy Taiwan or invade Taiwan other than Xi Jinpi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merica is prepared and has been spending a lot of money and effort to make sure that Taiwan stays free and that the democracy in Taiwan is maintained and the people enjoy their individual liberty. 澄清美国毁台论进前，外国媒体报道，美国前白宫国安顾问欧布莱恩伫智库论坛表示，若中国拍台湾，美国会摧毁台湾的半导体设施，避免互中国接收。欧布莱恩接受中央社专访表示，这拢是中央假消息，美国甲台湾同款，会致力阻止中国入侵。And anyone who says that the U.S. is somehow going to destroy Taiwan or attack Taiwan, that's propaganda and misinformation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ather than try and compete with TSMC, China would like to invade Taiwan and take over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They can't build it themselves, so they want to steal it, which they've done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for 50 years. 欧布莱恩也讲到，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对台海安全的影响。对前美国印太司令戴维森提出中国可能在2027年进前攻台湾的看法。欧布莱恩为韩情会有可能为捍卫台湾民主，台湾爱加做起底，和中国接不落去暗顿。I think that period has gotten smaller, and I think Xi Jinping, during his lifetime, would like to have the glory of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inure to his benefit. And so we need to get the weapon systems that Taiwan has ordered, and some of them have been backlogged for 5 or 6 years. We need to make sure those weapon systems is manufactured and get delivered to Taiwan immediately. And that's something the U.S. government needs to do and America needs to do. 欧布莱恩也建议强化美台经贸联系，启动自由贸易协定 FTA。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要甲蔡总统伫加州见面，欧布莱恩讲，台美领袖无论什么时阵见面，拢是好代志，也真重要。美国甲台湾政治人物不应该因为甲3人见面，就任何人欺负。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瑞士信贷上大股东沙烏地國家銀行已經對外表態，講因無要閣投資啊，所以10個月時股票價數大落，伫盤中嘅時是大落30%，若收盤嘅時股票價數創下歷史新低，收盤是大24%，這嘛影響歐洲嘅股市甲美國股市攏大落。On va les appeler comme ça, vous serez obligé de nous montrer votre film. Si vous avez du temps à perdre. 伫咧全國第二大銀行瑞士信貸10個月股價大盤了，瑞士金融市場監理局趕緊按打放款人，講瑞士信貸若是有需要，會當對央行遐提到流動資金。伫咧個央行嘅聯合聲明內面也講，瑞士信貸符合有系統性重要銀行所規定嘅滿足資本要求加流動性要求。Là aujourd'hui, je vais suivre les nouvelles, je vais voir un peu comment ça évolue. Et oui, si je vois que ça empire, je considère le fait de... Je pense qu'il y a un manque de confiance qui a conduit à cela. 有消息講，各國政府抑個至少一間銀行將向瑞士施加壓力，要求採取行動。瑞士金融市場監理局講，抑個看不出來自美國銀行市場嘅動盪會脫離瑞士，意思就指西國銀行加 Signature Bank。 Investor sentiment change and people were scrutinizing other banks more carefully, and Credit Suisse is seen as the weakest link because it's bigger. Its balance sheet is about 2.5 times as big as SVB. Credit Suisse has a lot of links to the financial sectors of other countries. 瑞士信貸10個股價大盤的主要原因是上大股東沙特阿拉伯銀行未閣在半資金後已經出現困難的瑞士信貸，因為美國4個銀行倒閉事件，導致人出現驚嚇，在這間盤中大盤30%創歷史新低，連帶影響到歐洲銀行股的指數跌7%。根據兩位監管人士的消息，歐洲央行已經聯絡因所監管的銀行，了解瑞士信貸影響的程度。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
嘛是经济危机，这是拉丁美洲第3经济体系阿根廷2月份通货膨胀年增率是抢关到102%。啥物物件拢得起，牛奶的价格是起4倍，若煮食咧用的油，抑个生活当中爱用的糖是已经起5倍外。民众去市啊，连菜色果子拢买袂落去。4礼拜已经换3个经济部长啊，嘛无法度处理这个问题。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郊区圣佛纳多的菜市啊，民众是直直看，毋过买无啥，因为介绍实在是贵到互人买袂落。Porque no hay nada, no hay plata. La gente no tiene, entonces ¿cómo compra? Los otros días vine y le digo, dame tres mandarinas, 2 naranjas, 2 bananas y medio kilo de tomate. Cuando me dijo 650 pesos, dije, no, sacá todo, déjame los tomates porque no tengo más plata. 阿根廷国家统计普查局14公布的资料显示，2月份物价起的幅度有到6.6%，通货膨胀年增率是102.5%，是从1991年以来脱离恶性通货膨胀危机了后，成长速度上紧的一届，嘛是全球通货膨胀上悬的国家之一。甲前一个月来比，起的幅度上介悬的项目是食食甲饮料，有到9.8%，过来是资讯甲通讯是7.8%，服务业是7.5%。当地媒体讲，物价大起，大部分是咧肉类，估是一个月内起的幅度都要到2成。另外，因为天气的因素，亲像是一直出现的小影、可汗，这些拢大大影响精神啊、甲米食的成长。当局长久以来一直拍拼阻挡通货膨胀，不过因的政策怎啊像一盘戏宝啊，转头效果歹。去年热人经济危机上介严重的时阵，短4礼拜就换3个经济部长，总统费南德兹甲副手克里斯蒂娜。嘛，对于要怎来处理经济问题，看法是真无共款。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巴基斯坦的前总理伊姆兰汗，因为在任内嘅时非法甲外国贵宾送互因国家的礼物拢提起袂掉，而且嘛隐瞒家己的资产，互法院要求讲，伫初3时爱出庭。毋过伊讲伊身体无爽快，身体欠安，所以无法度出庭。警方10时是去因兜准备要抓人，毋过互支持者阻挡，双方发生冲突。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的徛喺外口，大火是一直烧，关键是陆续向抗议民众发射催泪瓦斯，佮出动顶部水车驱离民众。这个冲突的原因是伊姆兰汗伫2018年到2020年做总理的期间，涉嫌违法卖外国贵宾送互国家的礼品，佮隐瞒家己的资产，合法院下令爱伫初10出庭，不过伊使用身体无好做理由无出现。आज भी जो है ये एक चूहे की तरह अपने घर में छुपा हुआ है, लेकिन आज इसको इंशाअल्लाह ताला निकालेंगे इसको, आज इसको गिरफ्तार जो है वो करेंगे और अदालत में पेश करेंगे。警方去伊姆兰汗的厝准备要逮捕伊的时阵，稍后伊支持者阻挡，为了阻止警方，支持民众向远景牵石头啊，甲砖角，警方用催泪瓦斯甲顶部水车阻止民众。这场冲突嘛造成10多名远景甲30多名民众受伤。伊姆兰汗嘛伫15用录影的方式强调，已经有心理准备，可能要坐监，伊真正嘛有签文件，会伫3月18出庭。और जो कोड ऑफ क्रिमिनल प्रोसीजर है उसका जो सेक्शन 76 है उसके मुताबिक अगर ये श्योरिटी बॉन्ड दे दिया जाता है जो अरेस्टिंग ऑफिसर है उसके बाद वो अरेस्ट नहीं कर सकता। और मैंने क्या श्योरिटी बॉन्ड दिया कि मैं 18 को जो मैंने पहले से भी कहा हुआ था 18 को मैं अदालत में पेश होऊंगा। इसके बाद अब इसका कोई जवाज नहीं है अरेस्ट करने का। 伊姆兰汗伫去年4月互议会投票罢免，第一直伫各种职位要求暂时的总理夏利夫提前举办大选，甚至指控夏利夫伫去年11月想要暗杀伊。对于进前无出庭，伊姆兰汗表示，伊要出庭的法院进前发生过2届激进分子的攻击，有安全的顾虑，所以才无出庭。国际新闻台是唐平佑。天气反常，美国嘅西岸因为德加州这个所在是连续上大雨，即马佫当地做大水，已经有2万多人国不将爱撤离。若另外一边，东花是因为咧落大雪，交通袂顶袂动，佫因为停课停电，即马有5000个航班受影响。抢水车无行抢渡路面高高的积雪，这位先生新买抢水机都好应用。Oh, it's like heavy snow, about a foot, and it's still snowing.
3月就要春天，不过美国东北部为新罕布夏州甲纽泽西州拜日全部搭在暴风雪当中，至少2000万人受影响。其中雪落上大的所在是麻州西北部的温莎镇，积雪超过70公分。这场向来的暴风雪，至少造成26万户家庭停电，真侪学校被迫停课，陆空交通严重受阻。It's very dangerous to drive in the snow, and that's the problem. 一架载63人安身为纽约雪城飞去纽约市的达美航空班机，起飞时阵走出跑道，好加载无人员伤亡。不过，这厉害天气致使至少3900航班延误，1000架次航班取消。纽约州甲部分纽泽西州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This is a serious nor'easter. It is something to be taken extremely seriously, and that's what we're doing here in the state of New York. And we encourage everyone to heed these warnings. 气象预报显示，这场暴风雪继续到拜三，当局呼吁东北地区民众风暴期间尽量莫出门。美国目前正遭遇极端天气的相应打击，东花路大雪、西花市大气河流滚架、爆花板气大水河成灾，2万多人被迫脱离家园。公视新闻将回面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什么大代志？加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面对中国伫南海愈来愈大尾，加上两岸局势有较紧张，菲律宾甲美国4月份打算要举办年度的联合军演，这嘛是史上上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动员的军力是英国的2倍，阁有火箭系统的加入，卖头届演练伫南海甲准者射护场。来关心美军指控俄罗斯战机伫乌海天顶，甲美国空军的无人机拍落来。因为伊嘛已经落伫海底，恐惊会找无，也毋过风声俄罗斯是坚持要去甲好起来。美国是表示，中共真正互俄罗斯去扣着，美国会想尽办法阻挡，禁止外泄。来关心伊朗去年9月份爆发头巾示威了后，即马佫利用传统庆祝活动的跳火节，伫跳火节当中爆发反政府的抗议。根据法新社的报道，有人翕到相片，讲伊朗的人民喊反政府的口号，佫甲头巾拢等入去火里，嘛伫跳火节烧政府官员的相。镜头搁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民进党内总统初选已经开始呀，是民进党的主席嘛是副总统的赖清德，伫昨昏伊是亲身去党中央完成登记。啊，那伫国民党这边，红看做是上热门的人选，新北市长侯友宜，伊是表示讲，每一个党拢有家己做代志、做事的节奏甲方式，啊那伊是尊重每一个人的角色。此时此刻，我们都是台湾队，让我们一起加油。让台湾成为民主世界的 MVP。军头某甜的大声喊台湾队，身兼民进党主席的副总统赖清德15早起伫前屏东县长潘明安陪伴，亲身前往中央党部登记参加总统初选，全程面带笑容。面对中国持续文攻武吓，赖清德讲必须团结壮大台湾，坚守民主阵容，才能确保台湾的安全。请给我机会，带领国家。团结国人，一起拼经济、护民主、强国防、保和平。连赢差不多确定人选，不过那赢人选也无明确，互人当作是国民党总统热门人选的新北市长侯友宜，对这件代志表示尊重每一个人扮演的角色。每一个党都有他做事的节奏跟方式，我们都要尊重每一个人所扮演的角色。不过，针对洪都拉斯总统指示外交部长处理甲中国建立正式关系，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批评蔡政府内政无能，国防的部分情无去人无去，即马外交各无一国。丢枪丢人丢士气，外交又丢友邦。我们从马政府时代稳定的22个友邦，走到今天，可能会变成只剩下历史的最低13个友邦了。比政治控议事，朱立伦讲，总统大选爱避免一切争议，团结力量。国民党选测会人选也公布，由秘书长吴建廷担任调集人，委员包含现任立委鲍坤琪、台南市前议长李全教等人。民进党中执会是通过先行条款，无建议现任议员参加后一届立委选举，避免多党选到落跑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针对代替公司化，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公司的董事会6月份按算会组成。那交通部即马有开始在思考董事长甲总经理的人选。因为代替即马有提出退休，也有离职的优惠方案，敢会出现济劳工去申请了后就欠人。交通部表示，代替是讲应该是卖，抑过工会讲哪会卖？第一线即马就已经真欠卡手。年初捌出现新正火车要停驶的声音，迄当阵代替企业工会批评交通部对代替公司化做法无充分协商。经过几个月以来多次的沟通，企业工会态度有较软软。交通部嘛表示，15个做法大体也是有共识，敢若剩政府负担债务的部分爱讨论。接落来，代替董事会会伫6月份成立。最近已经在想这些董事会的名单哈，还有包括董事长、总经理等等的哈。最近已经开始在想这些课题了哈。那我期待说，除了他现在会有3位劳工董事以外哈，那其他也有各单位的代表哈。明年1月份，国营代替公司挂牌进度无改变。也若代替董事长公布比法令较好的退休甲离职的条件，也就是优退甲优离的方案内底，确定明年1月份优退优离，会当领6个月加1个月。也若2月会当领6个月，了后每个月减少，7月份了后就袂阁有优退优离的方案。交通部表示，代替内部评估过，袂因为安尼就有规旁离职的人。不过代替产业工会讲，为今年开始，代替已经有界定退休的一批人。即马第一线的人力真严，现在有到月底班表还阁排袂出来情形，连请假嘛真困难。我们就是觉得，像你邮政跟中华电信还有那个港务局的薪资水准，都是起薪大概都在4万出头嘛。那台铁现在明显就是在3万3左右，你很难说这个薪资水准会吸引人家进来嘛。产业工会呼吁，代替就要转型做国营公司，交通部应该重视代替薪水低的问题。组长即时开始加发留在津贴，而且提高申请人员的薪水，来写新的人加入。记者综合报道。现在有提出交通月票的补助方案，本地台中市区的月票是无包括代替袂使坐火车，引起台中市长的不满。即马台中一个月299块，落尾呢，即马台中甲交通部参详了后，已经讲会当坐火车。台中市长罗秀燕讲，台中的月票包括会当坐代替，市民一个月只要开299块就好，是全国上介俗的。台中市府推出市区交通月票，每个月299块，比高雄市399块，虽然是较优惠，不过无特一代替，民众感觉无公平。别的地方有，我们这边没有啊，那就会变成差别待遇啊。为什么同一个台湾为什么有分这么多的政策不一样？台中市区交通月票有积分公车甲公共脚踏车，高雄市区交通月票除了这3项，还佫附代替甲渡轮。伫大家批评之下，台中市府15下晡紧急开记者会，宣布前一天已经接到交通部长王国材同意代替票价参加中央补助90%，市区通勤月票会纳入代替。不过高雄市府表示，找到在代替票竞争合时间，方案都已经纳入代替。昨天跟今天，我们的王部长本人分别打电话给我跟我们的交通局叶兆甫叶局长承诺这个台铁的91补助方案，就是中央9成，地方的1成，我们市区的基本月票方案可以适用。根据交通部在3月9号所公布的相关的补助要点来规划，我们也尊重台中市政府他们的一个规划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高雄有我们属于我们高雄自己的一个做法。交通部公路总局表示，所有月票方案拢是地方政府照当地交通习惯，佮考虑地方财政家己提案，中央并无限制特制3款的运具，代替票价参加部分拢是中央补助90%为原则，早伫1月初就公布。都市内的月票或者城际内的月票都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所需要的运具，都可以在规划里面。所以并没有限制台铁或怎么样不行，这样我们尊重地方政府的规划。交通月票引起讨论，公路当局强调定案进前会开专家会议，提供地方政府建议。有民众讲北中南月票金额甲包含运具拢无同，想要补清楚并无简单，建议全国爱统一。记者综合报道。
要伫网络买物件，爱注意唔通互骗去。宣传拍卖甲虾皮是已经连续5礼拜，即马互刑事局列做是高风险卖场的前2名。那上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治安保护做了不好。面册买商品坚持用虾皮落单，向通知卖主你的卖场有问题。大出监督消息都亲像虾皮官网系统要求扫 QR code， 卖主才会当恢复权限。他就跟我讲说无法成功下标，然后他传了一个说好像我的卖场没有签取那个金流服务，然后要我扫 QR code。条码电入，互人拐去假假的虾皮客服问答，着急恢复卖场，卖主无怀疑填写告知，才按照对方指示提供的序号输入测试金额，结果本来商品要卖1500，颠倒1万块无去。照他们指示去填写，结果就被骗了，大概算一算有7万多。诈骗搁出新报，上准卖场犯案，假造消费者乌白痴，为面册专业也是赖找目标，指定用虾皮也甲旋转拍卖落单，搁骗讲商品袂使买，用假链接安尼一步一步甲告主骗到手。虾皮变做诈骗受害者，伫官网提醒这是诈骗新报，毋过就算真实卖场消费。旋转拍卖甲虾皮已经连续5礼拜包办高风险卖场1、2名。那部分的这个治安网站可能比较不足，然后遭到这个骇客来窃取民众的这个消费资料等等。电商治安有漏芳，互骇客有机会到手的告知再搁摕来骗。为刑事局统计来看，刚111年第4季受理虾皮有关的报案有500件，旋转拍卖有1200件。治安问题无改善，总共伫官网买卖，恐惊嘛无法度安心。记者综合报道。要阻挡性暴力影片、性暴力防治相关4个法案，立法院已经完成修法。新的法律实施满1个月，卫福部嘛公布效果，发现报案的案件有增加，成年人私密影像案件增加3倍，嘛发现民众对外找帮助的意识拢有提升。入去卫福部网站的性影像处理中心，若拄到私密影像互人外流，这个网站会使协助被害人报案、录下影像等等。韩国恩和邦 Deepfake 画面性影像事件了后，社会对性影像外流加较关注。立法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实施到打1个月，卫福部发现成年人受害私密影像案件数量是去年同期的3倍。最多的是在18到未满25，61%，60%，看起来就是高使用这个科技设备的，年轻人为多。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因为他在 Dcard 看到有人开始宣传，这不是丢脸的事情，要求助家长还有学校老师都会提供这样的协助。上升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必然不代表说这事件是越来越严重，而是知道说大家知道说可以开始求助。目前法律规范分享、下载、偷翕性影像、持有有效性影像、甲制造 Deepfake 性影像，拢算是违法。但是扶委会表示，以因帮助被害人的经验，希望威胁等等行为也会使列入刑法319条内底。针对安怎把影像摕转来，也是禁止散播，扶委会希望保护命令要紧上路。很多保全证据是证明这个证据是来佐证这个犯罪行为，可是他没有办法去要求要禁止散布。禁止散布是要因为一个预防性的行为，所以是要透过保护命令或保护令。法务部表示，散播有效性影像会使判上当7年的有期徒刑，成年人的部分上关5年。扶委会表示，目前还搁咧观察新法实施了后的效果，保护命令的部分，修法通过了后，希望行政院会使伫半年以内公告施行。记者郭长水台北报道。真侪幼稚园囡仔读规工的，会伫学校食饭。囡仔就有3块碗、3块铁碗，有红的、青的、甲黄的。这互囡仔是摕来食饭的时会当用。不过台北市教育局即马是认为讲，这碗无水，而且佫有卫生的问题，所以打算要对公立的幼稚园开始，要先把这碗换做是灰仔的。不过家长是烦恼讲，灰仔会摔破，惊去，互囡仔挂着伤。老师为拄仔底甲灰仔碗摕出来，准备要带点心互学生食。这是公立的万华幼稚园，主打蒙特梭利教育，从105年开始，就互来遮读册的囡仔用灰仔碗食饭。喜欢用那个瓷碗？喜欢。会不会怕它破掉？不会，有几次破掉，可是现在不会了，几乎都没破的。
大部分的幼儿园是用白铁的碗给学生使用。台北市教育局认为讲，这个碗早来早去，有当时家长若袂记得洗，会造成卫生等等的问题。按算为公立幼儿园开始试办使用废的餐具，不过嘛有部分家长惊讲，废的碗较会弄破，家囡仔着伤等等无共款的意见。我们会特别在提醒他说，这个要小心哦。那他们自己因为在学校都有教得很好，所以他也会知道说拿这个要特别小心。什么都不让小朋友接触的话，也没办法去学到该怎么善后这样。园方表示，用废的碗来食饭，连教具嘛是用废的、甲玻璃类的器具，搁较瓦打日常生活，而且为使用的过程当中建立学生的信心，唔免惊弄破，就算弄破，老师嘛当引导因学习正确清理的观念。大人在家里吃饭一定是用瓷碗嘛？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给孩子用瓷碗？那是不是我们的担心他会打破？可是当你相信孩子的时候，其实孩子是有能力的。幼儿园他会按照自己的教学模式、自己的课程需求，或者是家长的考量，他会选用他自己最适合的餐饮用具，其实都非常非常的多元。因为万华幼儿园推广的效果袂歹，教育局强调讲，袂一声就完全不用白铁碗。会先为几间公立幼儿园来试办，看效果啥款，再来搁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即马生囝率较低，而且现代人是愈来愈晚结婚。伫屏东那边就规划一台爱情的观光巴士，要招独身的男女报名，坐车去佚佗，互相熟悉，公诉做媒人，希望牵成好姻缘。2001年，全台湾结婚的比率仅5.36%，有17%的男性伫40到44岁结婚占上济，啊那女性伫35到39岁上济。结婚的年岁比10当前统计是各加5岁左右。现代少年人观念改变，无用工课自晚结婚。即阵屏东那边乡就办一个爱情观光巴士活动。希望透过坐车交朋友的方式，牵成好姻缘。我还在那个林边大小事的论坛有看到这则讯息，所以我才来这边询问这个我要怎么报名才能有个好姻缘。女性28岁以上到40岁，啊，男性呢35岁到45岁，因为他们可能会比较急。年轻人28岁以下的，因为他们的社团活动也多，他们认识的平台也多，哦，那他们将来的机会还很大。这活动消息一个出来，都袂少人有兴趣来探听。乡长表示，少年人知影真侪平台熟悉朋友，嘛去参加各种活动。不过年岁较侪一寡的独身人，恐惊都无遐侪机会，所以这届活动有限定年岁，互因坐巴士联谊去行搭，就有机会互相熟悉。以前当我们年轻的时候，20来岁的时候，我们用这个机车交友的方式去认识异性。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都躲在家里看我们手机哈，所以这个认识的平台就比较少。本地有限定那边的乡亲才会使参加活动，不过因缘无一定就大共装，所以公所嘛开放别乡镇参加，希望这座爱情的巴士会当甲有情人杀做对。记者综合报道。伫咱台湾社会，真侪人拢真有爱心，镜头来婚林。婚林斗内有一个伫种枣仔的新住民，伊所经营的蜜枣园，若咧趁枣仔大出的时，伊拢会专工邀请社区的关怀协会同齐来体验办枣的活动，甲首先和弱势家庭分享。一粒搁一粒青翠的蜜枣，看到介意的，就家己买来食。这项趣味搁好耍的体验，对这囡仔来讲是真神奇。非常美味，很甜，脆脆的，然后这个应该有点甜。一边爬一边吃，感觉怎么样？很酷，甜甜的。有没有很脆？有。好吃吗？好吃。伫咧婚林斗内的这个蜜枣园已经30-40档有啊。2年前，换一位新住民小姐接手经营，伊嘛甲果子园整理甲真好势。这届佫专工邀请社区关怀协会的囡仔做伙来参与办枣的活动。果实没有比外面大，但是我尽量比较没有喷洒农药，让小朋友来玩那个户外教学，小朋友很开心，可以马上摘马上吃，就觉得那种享受跟一般摊贩买的不一样。看到囡仔办甲真欢喜，也学了真好食，对认真经营果子园的主人来讲，就是上好的回归。伊嘛希望透过办枣的活动，会当吸引更较侪人来遮行搭。记者综合报道。
早起看世界，镜头来国外。观光胜地巴厘岛为着要防止交通事故、车祸发生，即马是要禁止外国游客袂使伫遐骑奥多摆。而且伊阁讲，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游客上接违规，所以要考虑取消这两国的签证。那这项政策有可能嘛影响到当地观光。来景色真水的巴厘岛，一寡人介意骑机车，不过包括当地人在内，一寡人无注意安全无。这个外国游客个车目提在慢慢地设计。巴厘岛政府无想过忍受观光客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Kalau jadi turis berperilakulah sebagai turis. Kalau berperilaku sebagai turis yang baik, sebagai turis menggunakan kendaraan yang disiapkan oleh travel agent. Bukan jalan-jalan dengan menggunakan sepeda motor, tidak pakai kaos, tidak pakai baju, tidak pakai helm, melanggar lagi, udah begitu nggak pakai SIM. Jadi ini satu pelanggaran yang buruk. 统计显示，为2月底到3月初，巴厘岛警方登记在案的外国游客违规件数有171件，其中包括使用假车牌、啉酒骑车弄伤民众等。所以巴厘岛省长暗算，透过地方立法来禁止外国人租用机车，无遵守规定的会互人吊销签证。这个省长阁点名俄罗斯甲乌克兰这两国人尚无守规矩。Я понимал, что я как бы нарушаю местные законы, но какая-то здесь обстановка может быть такая. И я к чему все это, что... 不过，这对其他伫当地 long stay 外国人来讲，真正是一个歹消息。Je pense que ça freinerait un petit peu plus parce que c'est vrai qu'il y a énormément de circulation et quand t'es pas en scooter, en fait, tu passes tes journées en voiture, donc c'est pas possible quoi. 乌俄战争发生了后，俄国游客是印尼人数上济观光族群之一，而且常常有超期做散工的情形。巴厘岛当局伫整顿交通乱象的同时，当地甲中央部会协商，无排除取消乌俄两国落地签证。不过，这限制游客的做法一个出来，当地旅游业者立刻反对，因为疫情了后真无简单，已经欢迎的观光业希望政府针对违规行为采取行动，卖规个全部禁止。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南韩最近又推出一个新的女子团体，因的舞蹈、歌声甲动作拢甲明星真相像，不过因的世界是伫元宇宙，因是虚拟的明星。真流利跳舞迷人的声音，每一个动作拢甲目前韩国偶像团体无啥物无共，唯一无共的是因拢毋是真人。Make new wave， 안녕하세요， 메이브입니다。 由4个戏剧团员组成的元宇宙女团呢，1月底发行头一张专辑，进军5、6届。因一个出道就上 MVC 音乐节目，用娱乐的方式演出，也吸引民众来观赏。MV 伫 YouTube 观看人数，较无2个月就破2000万。 메이브를 처음 봤는데 사람인지 가상인물인지 조금 헷갈릴 정도로 현실감을 잘 구현한 것 같고 되게 신기했고 저희도 친구들이랑 메타버스 많이 이용하고 있어서 친숙한 느낌이라 저도 같이 팬이 될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 这个女团的成员都那亲像真人共款，会伫社交媒体甲民众问好，除了韩语，也阁会讲英语、法语、印尼语。因演出内容也拢特别设计，无论是音乐、舞蹈，甚至灯光等等，拢甲实际舞台演出共款，一点也都无凊彩。只不过虚拟偶像敢真正会当代替真人咧。 그런 사건 사고에 연루되지도 않고 한다는 점에서는 물론 뭐 현실 아이돌보다 나을 수는 있겠지만 그래도 아직까지는 그 아이돌 팬들의 니즈를 충족시켜주기에는 가상 인물로서는 뭔가 부족하지 않을까. 게임이라든지 웹툰이라든지 이런 걸 통해서 다른 부분들의 표현을 보여드리고 특히 게임은 어떻게 보면 간접적으로 간접적인 소통이라고 보여지고 있거든요. 制作公司对元宇宙5、6充满期待，因认为观众态度开放、接受度嘛悬，所以会推出搁一个活动活动，方面建立忠实的内容。公司新闻邱婉玲编译。天气保你知，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5度。 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是28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30度。
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7度。外岛14度至24度。感谢乡亲收看，将心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